诗篇33篇20到22节这样说：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总是不离弃我们。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境况，主啊，你都依然与我们同在。你带领着我们走过死荫幽谷，引领我们到你所应许的迦南美地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啊，在今天早上，我们谦卑匍匐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在诗篇28章第7节这样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，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总是尝试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靠着你得胜，靠你刚强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同来祷告。我们将我们的罪交托在神的手上。我们时常犯了罪而不自知，我们时常得罪了神，却不知道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将我们的罪，只是将我们的罪，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罪，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上，恳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人，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，感谢你接受我们赞美。主啊，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罪来列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恳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包容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来引领我们未来的道路。谢谢，谢谢。亲爱的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如此的爱我。有爱的地方就有你的同在，所以你不愿意让一个人沉沦，你愿万人得救。在这里面有着赦罪的恩典。主耶稣啊，我不要一直活在痛苦、活在罪恶的控告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，饶恕我，用你十架所流的宝血洗净我，来阻挡在我与那些罪的痛苦之中，使我得自由，永不再被控告与定罪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救恩就是这样白白的赏赐给我们。我们因信主耶稣，就不致受到罪恶的捆绑。谢谢你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在你的宝血中完全得洁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接下来，我们为了教会的事工，教会所遇到的困境，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教会要兴起的时候，撒旦就在从中来拦阻我们。当我们教会没有复兴、不复兴，教会没有动起来的时候，撒旦也在休假。可
是当我们教会开始要复兴，开始有圣灵的活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撒旦就要开始动作来阻断我们跟神之间的连接。所以，我们上这几周，陆续有许多我们服侍的同工，甚至圣歌队，不能来当中来带领我们参与敬拜，因为疫情的受影响的缘故。接下来，我们在上礼拜陆续有兄姐。一位姐妹、一位弟兄遭受到车祸的一个受伤，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。所以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同心祷告，恳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。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，神就差遣天兵天将、属天的军队围绕我们，让我们不受撒旦的黑暗势力的攻击。恳求主持续带领我们在福音的路上奔跑不息。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此献上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宝血遮盖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合你心意、合神心意的教会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富强教会有着一群愿意委身、谦卑顺服的长子同工、团队首长、小组长与所有的弟兄姐妹同心委身，在你所设立的富强教会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斩断一切黑暗势力的攻击。主啊，当我们依靠你时，你要为我们兴起，你要为我们差遣天上的万军为我们征战，攻破对敌的所有的诡计。主，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一同行圣洁，与你连结，恢复在基督里的合一，在福音的路上勇往直前。主啊，恳求你带领富强教会每一位会友，都能在小组牧区得到造就与装备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，让每位会友身心灵都得饱足，凡事兴盛。主啊，我们也恳求你阻断一切黑暗势力的攻击，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健康传福音的教会，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。主啊，我们富强教会成为这世界的亮，这社区的亮光，成为这社区的帮助，全成台湾的祝福。将富强教会交托仰望在你手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接下来我们为了今天的聚会献上我们祷告，恳求主圣灵此时与我们同在。主的圣灵就临到每个座位上，让每个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，坐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，都能领受神从属天来的祝福，属天的喜乐与平安，就临到每个座位上。也恳求主带领今天的讲员来传讲主的讯息在我们当中，将神的话语进入在每一位会友的身上，让你说的与传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得到主的造就。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赞美，谢谢牧师。主啊，我们将这个聚会交托全然交托在你手上，你来带领我们，谢谢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呼求你，主，有你的圣灵此时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就临到每个座位上，让每个座位上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你属天所赏赐的、属天所倾倒的福分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恳求你引领所有的服事同工，让今天的礼拜过程都能够一切来顺利。也恳求你带领所有的同工，越服事越甘甜，越服事越得力。主啊，我们也将今天的讲员，恳求你带领，恳求你的圣灵与他同在，让他口里所说出的都是从神你来的话语。主啊，让他所传讲的，让每一个会友都能够领受从主天来的祝福。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世界有多少黑暗，你的
世界有多少烦恼，你的话赐我实在的平安。不管多少眼泪我曾流，一点一滴你都为我擦干。不管多少过去的失败，一脚一步你都带我走过。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，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，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，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，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永远的依靠。管世界有多少黑暗，你的话带我走过一路。不管世界有多少烦恼，你的话是我实在的平安。不管多少眼泪我曾流。此时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来站立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。不管多少过去的失败，一脚一步你都带我走过。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的爱为我的血流血，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，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，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，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耶稣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，耶稣的爱为我的罪流血，耶稣的恩典使我完全新生命，耶稣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永远的依靠。主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永远的依靠。是的，耶稣的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们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不致失败；我们依靠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必将得胜。主啊，你是行神迹的神，主啊，你在绝望中赐下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
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到耶利哥的城墙，一遍遍到他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我们再来宣告，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到耶利哥的城墙，一遍遍到他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到耶利哥的城墙，一遍遍到他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得医治，让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灵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大家一起来！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到耶利哥的城墙，一遍遍到他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个一遍不停来宣告，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到耶利哥的城墙，一遍遍到他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万福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，在永恒的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万福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
告神就在这里，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让一切焦点转向你。神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宝座前敬拜不停息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。我赞叹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和你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你，天上地下，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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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赞美你，因为你已经在我们这里，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，你的同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。我们欢迎圣灵你自己来掌权我们的敬拜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你恩典满满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体会到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是何等的甘甜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耶稣你的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，求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圣洁在你面前，因为你是圣洁的神。让我们用全然的圣洁来匍匐在你宝座前。主，求你接纳我们的敬拜，与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在一起，赐福给我们。我们要学习主你教导我们的主祷文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一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。